早安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讓我們一起來思考今天的經文。5月4日，星期一，穿上新人，歌羅西書3章10節。問題：當我們發現自己需要改進的地方時，為什麼不該灰心喪志呢？讀聖經就像一面鏡子，映照出我們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。我們感到不知所措是很正常的。也許有一天，我們會意識到需要平等對待所有人，不偏袒任何人。雅各書2章1至8節。或許第二天，我們會明白謹慎言語的重要性，確保自己的話語具有建設性。雅各書3章1至12節。不久之後，我們又會發現，我們的環境或娛樂方式可能正在對我們的價值觀產生負面影響。雅各書4章4至12節。然而，看到這些需要改進的地方，並非失敗的標誌，而是屬靈進步的標誌。保持正向心態的3大理由。這是一個持續的過程，用正面的品質取代舊習慣，需要不斷努力。沒有人能立即改變，重要的是我們前進的方向，而不是速度。覺察是第一步，如果你能意識到自己需要改進，這意味着你的良知已經覺醒，並且能夠接受良好的原則。這本身就是一種成功。積少成多，不要試圖在一天之內改變所有事情。一次專注於一種特質，就像運動員每天訓練一樣，每一個小小的努力都會累積起來，增強你的新品格。充滿信心地繼續前進。每當你決定更友善、更有耐心或更謹慎地說話時，你都在塑造一個能夠照亮周圍人的自己。不要因為自己還有不足而責備自己，要為自己渴望進步而感到自豪。你正在成長，而這種努力彌足珍貴。祝你明天一切順利，願耶和華上帝賜福你。問候。